簽樓花合約有咩要留意？有冇魔鬼條款要睇清楚？點樣可以避坑？Hello， 大家好，我係水晶姐姐。今集我哋進入地產小知識進階篇，講一講樓花預售合約。喺買樓花嘅過程中，預售合約係一個唔可以隨便忽視嘅文件。今日我會同大家深入剖析預售合約嘅細節，同你了解有邊啲唔易察覺嘅魔鬼條款，點樣避坑。預售合約就係你同開發商簽署嘅一份合同，通常係樓花未建好之前預先購買樓宇嘅法律文件。呢份合約會寫明買樓嘅條件、交樓時間、樓宇設計同埋買家嘅責任等等。但係呢份合約唔係隨便就可以簽，當中有好多條款值得大家細心睇清楚。一開始，大家可能最關心嘅就係交樓日期。預售合約上通常會有個預計交樓日期，但唔好以為呢個日期一定準確。開發商可能會因為各種原因延遲交樓。喺合約入邊一定要留意延期條款。如果開發商遲咗交樓，佢哋有冇責任賠償呢？你嘅房屋買賣價格會唔會受到影響呢？都要確保合約條款中有清楚寫明。預售合約仲會涉及到付款安排，尤其係定金金額。一般情況下，買樓花會要求交定金，並且分幾期支付尾數。合約中要睇清楚每一個付款階段嘅金額、付款日期，並確保自己有足夠嘅資金跟住進行支付。假如你冇按時付款，開發商有權終止合約，而你俾咗嘅定金亦有可能拎唔返。有時候大家可能會喺開發商嘅示範單位或者廣告中睇到相當吸引嘅設計，揀啱咗單位後，合約上會寫明實際交樓時嘅設計。但係注意，有啲設計可能會完全照搬示範單位，唔同嘅建材、顏色或者設備嘅質素可能會有少少差異。為咗避免將來產生爭議，記住要喺合約上具體列明你對設計材料嘅要求。另外，預售合約會出現需要修改嘅情況，無論係由於建築法規、材料供應問題，定係市場情況變化，都可能令到開發商需要作出調整。所以合約中一定要有清楚嘅變更條款，了解開發商喺咩情況下可以更改合約內容，並確認你嘅權益唔會因此受到損害。記住，變更條款都唔可以太過寬鬆，否則將來可能會有麻煩。最後，唔好忽視售後服務同保養條款。預售合約中應該有關於樓宇保養期嘅詳細規定，並且指明如果收樓發現瑕疵，開發商應該負責修繕嘅時限同埋方式。有啲開發商可能會提供免費嘅保養服務，有啲就會收費。所以喺簽合約之前，一定要搞清楚有關售後保養嘅責任，確保未來如果樓宇有問題，開發商會即時處理。總括嚟講，樓花預售合約係一份非常重要嘅文件，大家千祈唔可以忽視。簽合約之前，請確保每一項條款都已經清晰明確，尤其係交樓時間、付款安排、設計要求、售後服務等等。記住睇清楚每一條條款，唔好俾開發商嘅甜言蜜語迷惑。選擇可靠嘅開發商，精心審閱合約，令到你嘅買樓過程更加順利安心。希望今集嘅分享幫到大家，記住俾個心心同埋關注我，水晶姐姐會繼續為你提供更多地產小知識。